50人沙读到事业危机，大多数人如果唔知按样解释能好。2008年，金融风暴使至到许多人望到人生嘅新脑袋。新竹新埔嘅庄明豪本单提考经验做一级主管，过不久要提早退休。不过伊唔识字，等到同伊从细路好活嘢嘅木工术艺发扬出去，伊可以木工教室。教民众自家 DIY 做家具，也开启事业的第二春。进到 area 就好。礼拜有3日，今日咧就糖咧到技术嘅铁锤路口有大尾上，也只嘅係莊明豪嘅夢想教室。到禮拜六有無同樣嘅學員睇也只嘅專業，向書做出一件木質作品嘅器皿。右手拿着修边机哈，就这样子。待会你就先练习，练习好再打它哈。这样子。跟着他跑。莊明豪前日嘅有個用心嘅團頭100上課嘅學員，講論也就講好事按樣嚟用，合作俾人看。是由淺入深啦。那種漸進式的一個教學方式啦，從其實每搭感應來了是全部唔去做過啊，乜嘅是唔啲啊，有啲誰來去做過去學，佢是學家啊，但是以小姐來講，佢唔去做過，從頭開始，一隻動作一隻動作，示範俾佢看，就是繼續慢慢走。等於這裡有一個溝槽，你要削到這樣子。一個四處嘅係第一節課，天初愛學嘅基礎課，喺莊明豪嘅設計下，學員同一個處嘅做好，咪就係等於學校嘅木匠嘅基本功。這是我的第一堂課，然後做這個作品，就是等於說所有的工具都可以使用到。那我會覺得說，我很擔心說，我今天第一次來，我很怕說我這個作品做不完，然後。當我這作品的成型大概出來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哇塞，我好厲害哦！這裡到這裡，我剛剛點。那下面是不是有直的2個洞？可能就係你嘅成就感，以動力上菜來上課。韓國作品建築更快，建築更難。今天做的這個是一個廚房的一個餐櫃，它是可以活動的。一開始會覺得很困難的可是做了第一次之後，像那個小姐一樣，做了第一次之後就覺得，其實也沒有那麼難。看起來很複雜的東西，其實就是那麼簡單，我也可以完成。就是動學教了就以為冇嘅啊，所以就是來請老師學咁樣。就做嘅東西動到誒，要到天花板嘅嗰種係。櫃子，然後我們還有做什麼？找茶几啊。我們還有做那個弧角的茶几，然後就嘅封建全部都就自家做，民創咯，介貴嘅全部都係，對，就做咁多東西。莊明豪本人提出合作一級主管，夢想到2008年讀到金融海嘯，50歲過不上愛賺錢退休，一開始能夠按樣嘅來發展新嘅事業。一時節從細睇家爸嘅學嘅木匠術藝，冇想到使用嘅錯。我想說，我頭擺時成時要讓我爸爸叫我學做木匠，我係木工世家，我講我爸我全部做木工嘅啊，因為從細到叫我學，耳濡目染之下曉嚟咪，我是講，有了到為所，我是留了機會去供出一本台資格來學，各行各業哈，使用英文來學習嘛，像科學園區咪請到啊，呢個嗰啲嘛科技公司啊，請到叫下班一些同幕僚，還是說壓力太大，他叫我留啲為按到舒壓啦，留啲為搞嘅，又這個東西在做出來也些個是很有成就感啊。喺一個木匠教室度，莊明豪無限天愛做乜嘅，上頭一堂嘅必須學過後，學員就做得做錄下咁嘅東西。
看个人的喜欢，没有某一天爱乜嘅东西，不看缺什么，你不看欠乜嘅，是来做乜嘅。尽量还是不应按多，你要不看欠嘛，你是来做，做有啲下就我该应该感觉啦，可能花钱、花学费、花材料钱，做专业，刷漆上动好啊，系啊，用得上是为第一啦。万吉神会有招对人学需求来规划嘅课程，张明豪自然就要面对各种挑战。无论是按照考研的各种问题，也系随意想出的东西，如何想办法解决。我们要接受挑战啊！好，我们要想要做，他要做什么？我要如何满足这位学员的需求？因为这个是天马行空嘛，他要怎么设计，他要做什么造型？我想各个学员他有他的权利嘛，那我们必须要满足他，所以我必须要先做功课。我欠缺的是什么？我的工具有哪边缺的？我要用什么方式、什么功法去做这一件作品？基本上这跑过去是跟这个是平行的。以相信更高更好，张明豪提高人的过程度，同考研有改好的互通沟通，你有嘅改创意嘅想法。教学生啊，有教学生嘅乐趣啦，有啲唔好教學生嘅，因為做些好簡單做啊，但是愛教些嘢來講，但是要等於下堂唔識啦，喺度慢慢講，但是喺做喺底下過程當中啊，學習更多，然後可以交到很多朋友。54年下嘅巧妙事業，張明豪唔識字，為促前嘅開創人生嘅新事業。對危機就係轉機也激發，作為改好嘅解釋。韓國喺做夢想嘅世界當中，創造出韓國多嘅可能，但論他家鄉屬親屬做出公益成分嘅奇妙。